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台湾话对译小甲杂，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每一字拢有俗语，每一字拢有特殊的用途。今日来开讲，来讲一个白咧。咱知影讲到白，大家就会想到一句俗语，讲做落土时白利命，无毋对。迄若较捌的、较巴学、有研究巫术的，咱就知。所谓八字，正就是因为有4条年、月、日、时，每一条拢天干甲地支落去合，斗起来拄啊2字。啊，4条就是八字。国情今日毋是要研究这，我是要讲吼，八字命较早的人介注重，所以吼，无论是讲毋通婆啊来牵呢，还是讲自由恋爱，古早人要结婚，拢会来提生月，提生月。这句话咱即马就罕得人讲啊，简单跳好背就是提生时日月，两性合婚，百子千孙。所以提生月就是甲你提你的生日，提你的八字落去合。八头一句讲八字命，啊第二句咧，就老母甲祖囝讲，人提生月去合，但即马吼阿母要互你嫁出去咯。毋过你着爱记咧，会记咧讲吼。4年8节，就要倒转来外家，倒转来后头厝行咧。因为后头厝永远都是你的避风港。4年8节，4年8节，这个8，无定你听到这会讲国情啊，到底倒8节？4年我知道年啊这暗8节，人字典内底就甲咱讲正常就是立春、春分、立夏、夏至、立秋、秋分。搁立冬、冬至，安尼拄啊8节。国情啊，夏至讲夏至是安那，冬至讲冬至，毋是讲冬至，无毋对。台湾人特别甲改，历史这块内底实在这2年要读冬至，毋过台湾人就是改做冬至，就是4年8节这个节，咱写这个节，所以讲冬至。搁来8讲完，我来讲18，吼，原来有哦，原来有哦，毋对，因为吼祖囝，你嫁去遐远。去到迄个9弯18月的山内，阿母会想你就爱定定转来行咧。9弯18月这咧讲旱的，有影啦吼，有个山路吼，比到9弯比阮18月嘛搁较低呢。啊，毋过9甲18就是已经真棒啊。啊，毋过另外搁一句，这就讲实在，毋是讲旱的。讲迄个人做到农业工会理事长，迄就是拍过18当人阵，表示伊武艺好，表示伊身经百战。这句民间话定定咧流传，国情讲出来，互你做参考。